大家好，我係嚟自匯豐銀行嘅理財規劃師。今日我想為初出社會嘅年輕人分享3個基礎嘅理財建議，為你去建立一個穩健嘅財務。首先，我想用巴菲特嘅一句説話嚟做一個分享。佢曾經講過，投資人唔需要做啱好多事情，重要嘅係唔好犯重大嘅過錯。其實理財嘅時候，我哋最重要嘅係唔好犯一啲重大嘅過失，而唔係去追求一啲複雜嘅理財技巧。首先，呢3個分別就係記帳、保險同埋購買一啲被動嘅指數基金。喺最一開始之前，我會話記帳其實係俾大家最低估咗嘅第一技巧。好多年輕人佢哋會冇一個記帳嘅習慣，就會認為每一筆嘅開銷都係無關緊要，從而去低估咗每一筆開銷嘅影響。但呢啲咁嘅行為好容易會導致一啲過度嘅消費，甚至有時候會唔覺意就透支咗信用卡，好似形成一個雪球一樣，越滾越大，最終變成一個難以償還嘅一個信用卡嘅債務問題。而依家我想為你分享一個好基礎嘅存款目標。當你攞到每個月嘅人工嘅時候，你應該將20%嘅收入用嚟放喺一啲緊急嘅儲備同埋強制嘅儲蓄裏面。呢啲嘢將來可以為你去做購買保險啊，或者去做投資嘅時候去作為你嘅本金。而另外，我會建議將60%嘅收入用喺一啲日常必要開支，例如你嘅衣食住行、你嘅租金、你嘅居馬費、你嘅飲食費咁樣。而最後只會將20%留喺自己嘅享受，例如你想換一個新嘅 iPhone 咁樣，你都可以放喺呢20%裏面。我相信呢一開始係非常之困難嘅，因為大家可能冇一個記帳嘅習慣，但係呢一樣記帳嘅習慣目的係為咗培養一個紀律，等你知道你自己嘅現金流嘅去向，避免你冇意識咁樣去浪費咗呢個錢財，或者係冇意識嘅流財。而第二樣嘢我想分享嘅就係保險。有好多年輕人會認為保險係啲好冇必要嘅嘢，好多時候會話係保險公司誇大咗一啲生活上面嘅風險，而導致購買咗啲不必要嘅保險。而我想講，其實保險係一個財務安全網嘅設計，佢嘅目的係為咗喺當我哋遇到醫療或者意外開支嘅時候，可以為你提供一個住院、門診或者手術上面嘅保障。若真係咁不幸，你作為一個家庭嘅經濟支柱，你不幸身故或者你失去咗工作能力，保險嘅賠償可以令你維係一家人嘅生活開支或者子女嘅教育。當然佢都有分一次性嘅賠償或者係持續性嘅賠償。我想分享嘅個案係有一次我運動受傷嘅時候，我去咗公立醫院嘅骨科嗰邊去預約門診，醫生就話我需要去做一個磁力共振，但係輪候嘅時間係要超過半個月。而我透過我嘅保險就揾到一個醫療診所，可以幫我即時安排一個磁力共振，並且為我後續10幾次嘅物理治療嘅費用都得到咗保障。而另外，保險亦都可以作為一個分散投資風險嘅作用。佢有啲產品係有啲分紅嘅作用，可以被視為一個穩健增長嘅投資產品。咁樣亦都可以作為一個非常之有效嘅投資配置。喺分享投資指數式被動基金之前，我想分享巴菲特嘅另一個故事。佢喺2007年嘅時候，同一間對沖基金嘅公司做咗10年嘅賭約，佢哋分別以100萬美金作為一個投資嘅資本。巴菲特就將投資咗標普500指數基金，而另外對沖基金公司就選擇咗5個非常之出名嘅對沖基金組合。而喺呢個故事裏面，巴菲特嘅投資10年之後，約莫得到咗86萬美金嘅回報，而佢10年嚟累計咗嘅回報約莫係125%。而呢5個對沖基金嘅組合平均只係有22萬嘅美金增值，而平均只係得36%嘅投資回報。另外，我想結合巴菲特喺2018年嘅股東嘅信裏面，佢又提出咗好多嘅專業嘅對沖基金咁樣嘅基金，其實都好難長期優勝於市場，因為佢呢啲回報有啲好高嘅手續費啊，好高嘅基金嘅管理費用。我哋作為普通嘅投資者，其實係唔需要一啲好專業嘅投資技能，我哋就需要長期持有呢啲被動式嘅指數基金，例如標普500指數基金啦，我哋就可以參與一個經濟嘅增長，長遠喺每年都平均獲利。而我哋都需要分清楚乜嘢係投資者同埋咩係投機者。投機嘅人咧，佢哋會追求一啲短期嘅價格波動，
去追求得到一啲短期而快速嘅利潤，例如佢哋就會追求一啲日內交易嘅行為啦。但其實咁樣對我哋嘅本金、對我哋嘅資產其實係冇任何安全嘅保障。呢啲回報性其實太不確定性太高，其實係好高風險嘅。而我哋作為一個聰明嘅投資者，我哋可以長期持有一啲優質公司嘅股票，例如可口可樂咁樣啦。我哋可以追求一個資產長遠穩健嘅增長，分析企業嘅財務報表同埋行業嘅前景，去得到一啲股息，而且同埋一個穩定嘅資本增值。巴菲特最終又提過我哋啦，其實我哋唔需要急於一時，因為時間先係優質投資者嘅最好嘅朋友。咁我哋學咗呢三大嘅基礎工具之後，我哋應該點樣實踐呢？依家我就想為你提供一個財富增值嘅建議指南，為你嘅第一桶金去做一個準備。首先，當你嘅存款係少於10萬，甚至乃至於你負債嘅情況之下，我哋應該最先做好嘅嘢就係做好我哋嘅記帳，規劃我哋嘅支出，量入為出。並且我哋有可能如果有負債嘅話，就應該優先還清負債，避免一個利息嘅增長。而當你有10萬到30萬存款嘅時候，我就應該考慮去購買一啲合適嘅保險。並且我會建議大家避免去購買一啲奢侈品，因為咁樣嘅話會破壞咗我哋嘅第一桶金嘅計劃。而當你有30萬到100萬嘅存款嘅時候，我哋就應該去開始去定期去投資一啲被動指數基金，例如標普500指數咁樣啦。我哋應該繼續去持續買入，去投資自己，並且去學習更進階嘅財務知識。而當你有100萬嘅存款嘅時候，我就會話其實你已經成為一個好出色、好自律、好有計劃嘅一個成功嘅人士，而你今後人生亦都可以自己掌握。但我都會建議你繼續去保持學習更多嘅財務知識，並且去規劃好自己嘅收入同埋自己嘅存款。而如果各位而家收入嘅存款嘅情況係少於10萬，甚至負債嘅話，咁點解我哋唔依家開始行動，去開始做好自己嘅記帳先呢？而喺最後，我就會提前敬祝各位早日成功，並且我會想用一個咁樣嘅説話嚟做分享。你應該去盡早投資，並且盡量經常投資，因為時間同複利先係我哋最好嘅朋友。多謝各位。